在地新闻继续来到中华，这是什么款的停车场？停车2点钟，停车费竟然都要59万外，啊，入场的时间佫显示是7分前。这车主是嘴啊开拢硬气，原来是假气害气咯。 停车场的收费机车停车费599040块，这个金额互车主贵人讲起，啊讲这世人我拢袂使出去，而且真足看收费内容。入场的时间是2005年9月10号，7年前，画面铺上网络，互网友看甲起爱笑。夸张，也太多了吧？这个是每个人都觉得夸张。这个停车场是伫咧彰化市的中央路桥西平停车场，这个收费平常时啊，拜六礼拜1点钟20，一天上最收60，停车年嘛袂有59万这么多，而且这座停车场是3年前108年7月初1日启用的。网络顶的停车收费煞是写7年前驶入来，公诉讲是机器速度害去啊。当中差不多5、6台，拢安尼来处理啦。阮就是应该是当停车40块，阮会甲收费40块，爱59万遐去掉啦。市公所讲，机器是伫咧7月初9拜六开去的，铺上网络的车主停2点钟应该收40，机器煞拍59万外，有紧来做处理，嘛有车主顺利离开遮。 停车场另外一边的停车格啊，是管理员伫咧开收费单。记者现场看到有一台白色轿车，规个拢是营业垃圾啊！查封玻璃顶嘛夹真侪张立停车费单。这一台车差不多是4、5年前就有了。管理员讲，伊嘛看过这台车的车主停这么久，嘛无去纳钱。通报管府调查发现，这台车为1809年停到即马，停车费欠32320，罚单54300，佮加上行政处理费3100，车主拢总欠89720，6万才当驶走。若是继续停伫咧遮，管府就可能会强制甲这台车拍袂掉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